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出閘嘅。愛蘭米茲係賢者無敵啊！中間綠衫天天同樂，淺藍衫係氣勢嚟嘅。入邊粉紅眼罩呢，仲有水晶酒杯呢。中間第五黃色衫係魔術控制啊！後邊3隻啦，美麗第一響尾3，後邊2匹啦。紅眼罩舉步生風，暫時殿後。愛蘭米茲有精算暴雪嚟㗎。好啦，跑咗一段嘅路程啦，天天同樂愛蘭佔先嘅。入邊啊水晶酒杯啦，中間第3位淺藍衫就係氣勢啊！第4位黃衫魔術控制，埋邊呢仲有美麗第一啊！後邊嗰5匹馬，後邊嗰3匹馬啦，賢者無敵啦，走入去紅眼罩舉步生風，響後邊係精算暴雪啊！最後200零米啦，幾馬平排衝刺喎！愛蘭米茲天天同樂，中間淺藍衫氣勢，黃衫魔術控制，入邊啊舉步生風，美麗第一騎落去麻麻地喎，最後100零米到啦，舉步生風，入邊透出已經拋離對手噶啦，後邊追上嚟噶嘛，有精算暴雪啊！贏馬嗰匹似乎係入邊嘅舉步生風捧走國慶杯啊！